去年因为疫情暂停的嘉义市科学168教育博览会，今年恢复举办咯。这届安排5大科学主题，要互囡仔来拍通关，还有45个科学单位，要互大家体验科学趣味。大人囡仔使用数位教具上课，深色的体验甲去读学的内容，大家拢真专心。嘉义市为2开始一直到2月，伫港坪运动场举办科学教育博览会。头一天就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参加。入射角跟反射角的原理，孩子学得也很快，也很开心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资讯工具的使用，也是搭配我们教育部生用平板的政策。非常好，对智能有很大的帮助。感觉很困难的东西，他们都很有趣，玩得很有趣。这届博览会有真侪单位甲外县市的学校来参与，提供各种无同的科学知识。其中在地学校举办的科学课程、趣味的体验内容，集中参加的人拢真侪。我们的创客教室是每一次科学168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哦。然后每一个创客教室都有每一个学校设计的不同的科学的主题，所以孩子可以依照不同的兴趣哦来挑选主题内容来选择来游玩。嘉义市教育处表示，为2005年开始的科学博览会办到今已经18档，希望当透过下领域无共合作资源，养成在地囡仔的科学知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